那即屆8位風颱佇南投嘛來傳出農損的災情，經過統計，這菜瓜甲苦瓜差不多是算長2成外。農業部是公告，這會當列入天然災害救助的範圍。也毋過，即馬所有種時價果的人，伊是怨嘆講攏無補助去領到。農業處是回應講，目前是當咧甲農業部爭取。瓜仔村變短短啊，賣價銷都攏賣真好啊。8位風颱過了，雨水真多，地蔬菜瓜落葉甲緊爛去，葉仔嘛黃去。南投縣魚池鄉的頭社村長表示，菜瓜園區量計約有50-60公頃，啊，毋過產量剩無到1/3，農民嘛怨講價錢嘛互販仔壓甲真低。前年你會看的都開始都生無即擺吼，已經無菜瓜賣大件，價錢都足歹。以前1公斤100幾塊啦，這剩30-40塊啦。南投的農產品陸陸續續傳出災情，一玻璃頂的大批頂，有農民咧講，風颱甲真儕苦瓜花吹倒去，後續恐驚有活月日無收成。啊，另外種時價果的農民是指出，有3-4成以上着水傷，毋過偏偏是風颱的農損，政府有補助苦瓜和菜瓜，時價果就無。總共有3班花，啊，即擺從吹掉1班，1個月空白期。即個採收完，就是愛等1個月差不多。這幾乎無法度啊，就是粒粒啊，伊這就等於死狀。4成以上，計就是幾乎攏安尼，毋是干那這區爾，還佫有別區嘛攏安尼。南投縣農業處表示，全縣的菜瓜、苦瓜災損大約有2成到2成5。農業部有公告，甲南投縣的菜瓜、苦瓜列入天然的現金災害補助，損失若超過2成，農民到27種前，攏會當去鄉鎮市公所來申請。啊，時價果的部分，南投農業處講，閣咧爭取。菜瓜啦吼，受損大概有80公頃啦吼，啊苦瓜大概有40公頃，嘛通過的情形啦吼，咱的菜瓜每公頃會補助迄單8萬，啊苦瓜啦會使14萬。埔里種時價果的農民和埔里鎮代表表示，即屆風災時價果原來受損嚴重，希望政府會當鬥3工，把損失降到上低。記者楊秀南投報道。